大家好，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啲關於環境嘅問題。你哋知唔知道啊？我哋嘅飲食習慣其實對碳排放有巨大嘅影響㗎。根據研究，食物的生產和運輸過程之中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紅肉嘅碳排放量遠高於蔬菜。隨住人口嘅增長，呢個問題變得越嚟越嚴重。我哋飲食嘅行為都喺度加劇呢一個環境嘅危機。所以今日我哋提出咗一個解決方案，就係智能綠色生活、低碳排飲食。我們嘅計劃就係利用人工智能和影像辨識技術來記錄不同食物的碳排放量。呢個設備可以輕鬆辨別食物，只需要影相，系統就會自動分析呢個食物，並告訴我哋佢嘅碳排放等值，從低碳到高碳清晰明白。我哋而家示範人工智能影像辨識。此外，當系統識別出高碳排的食物時，便會發出警告，鼓勵用戶選擇更加環保的選擇；而對於低碳排食物，則會讚賞。我們希望這能幫助大家意識到選擇低碳排飲食的重要性，並進一步促進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根據自己的飲食選擇，我們可以一齊為地球減少碳排放，保護我們的環境。咁我哋一齊從今日起，讓我哋一齊做出改變，選擇低碳飲食啦！